人工智能無處不在 ，AI 改變緊大眾嘅生活模式，塑造全新嘅世界，同時為你嘅未來帶嚟新機遇。香港大學作為全球頂尖學府，喺數據科學及 AI 領域表現超卓。透過實踐、研究同埋同業界合作，我哋為香港大學嘅同學提供多元同埋全面嘅 AI 學習機會。除咗本科課程重點咁培育 AI 專才，各學院同埋學科亦都靈活咁引用 AI 作為教學同埋研究。AI 相關應用 Mastering AI in marketing, management, and finance fosters personalized and efficient solutions to uplift the business value and competitiveness. It becomes an essential skill to drive an innovative economy. 喺醫療領域，我哋都會引用 AI 嚟改善疾病嘅診斷同預測。AI 而家開拓緊臨床治療嘅無限可能。對未來城市規劃 ，AI 大大擴闊我哋嘅想像空間，而 AI 驅動嘅機械人就協助我哋嘅樓宇檢測等日常工作。AI 令我哋可以實現智慧城市同埋可持續發展嘅生活模式。AI 相關課程。為咗培養科技界嘅人才同埋未來領袖，我哋特別開辦咗2個 AI 同埋數碼科技嘅課程。我哋相信科技要對人類有意義，就要有思考咁將新科技應用喺日常生活。科技發展要同人文學科有對話。除咗同各學院合作 AI 計劃，我哋仲喺 AI 研究同碩士課程投放豐富資源，幫助學生喺工程領域保持競爭力。為咗培育更多 AI 人才，香港大學成立咗2個新學院，提供涵蓋人工智能、數據科學及統計學、創新技術等唔同範疇嘅本科課程。計算與數據科學學院，我哋嘅創新課程結合咗唔同學科，培養學生迅速掌握新嘅知識同趨勢，令大家可以善用 AI 改變世界。創新學院，我哋嘅課程以專案為主導，透過與業界合作，提供各行業嘅實際專案，等學生可以透過數據科學同 AI 嘅應用去解決問題，從而栽培學生成為具有創造力、團隊精神同領導才能嘅未來領袖。香港大學積極推動 AI 教育普及化，所以我哋為所有本科生提供 AI 核心課程。與此同時，我哋鼓勵同學參與唔同嘅 AI 主題活動、科研以及同業界合作嘅項目，豐富佢哋喺課堂以外嘅學習體驗。無論你係對 AI 充滿熱誠，定係純粹好奇想了解更多，香港大學嘅 AI 資源配套都會幫你發揮潛能，一展所長。與香港大學同行，成就未來，創建可持續發展新世界。